大家好，歡迎大家返嚟何媽講經，我係何媽。先喺度提一提大家，如果你哋有聽 Spotify 嘅話呢，都可以喺 Spotify 揾到我嘅頻道噶噃。我嘅節目都係會同步更新嘅。不經不覺嚟到第4集啦，可能大家唔係好覺啦，但係喺我角度，成件事由零到今時今日都係好唔容易啊！正所謂係一步一個腳印啊！一向都覺得自己尚算係口齒伶俐啦，但係諗都冇諗過，第一次對住隻咪講嘢，我係口震噶，聽翻都聽到啲震啊！所以喺短短分幾鐘嘅預告片裏面啊，其實我已經係經歷咗個幾月嘅開咪 practice 啊，仲未計寫稿呢、剪片呢。除咗要睇書去吸收資訊之外，我又會諗一啲簡單易明嘅表達方式去同大家分享喎，再加上電腦更加係我好低能嘅一項啊！我只係將啲錄音剪翻埋一齊咋，第一次就玩咗我一日啊，仲要累到我個女同我一齊捱杯麵冇晚飯食添啊，有少少唔好意思嘅。好多朋友問我啊，無啦啦走去做咩 podcast 啊？事實上呢，又唔可以話係無啦啦嘅，事關唔講你唔知啊。其實我好細個，我的心願就係做 DJ， 只不過係做唔成咁解啫嘛。咁啱而家科技又咁發達，個個都可以係自媒體，咁啊促使咗我可以達成呢個小心願啦，算係剔咗人生嘅其中一個 checklist 啦。加上如果我有80歲命嘅話，而家人生路都行咗一半咯。有時我都好感性啊，都會諗啊，到底我死咗之後有冇嘢可以留低喺呢個世界呢？到底我可以帶到俾人有啲咩價值呢？而咁啱喺呢個世代開始越嚟越多人講生仔到底係咪應該要考牌啊？既然我唔怕睇書，又唔怕講嘢，又唔怕俾人鬧，咁你哋唔睇咯，咁我睇完咪我話俾你哋聽咯。大家學多一啲得一啲啦。我嘅目的係好簡單㗎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學多啲正確嘅育兒知識，對你哋、對仔女、對家庭、對社會都係一件好事啊。今集何媽廢話超級多啊，其實識我嘅朋友都知，事實上都係勁多嘅，10句大概8句都係廢話左右啦。事不宜遲，馬上同大家何媽講經。教養的秘密第4課啊，打仔愛也？唔打可唔可以教啊？咁首先呢，何媽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啊，你哋係咪俾父母打大嘅呢？我可以好誠實、好坦白、理直氣壯咁話俾大家聽，我唔係。點解啊？因為我乖咯。講笑啫。隨住時代嘅進步同埋轉變啊，我相信我哋呢一代嘅人應該係比上一代少捱打嘅。但係大家都可以翻去問翻你哋嘅爸爸媽媽，我相信呢，佢哋好多都係被打大嘅。上一個 generation 佢哋深信小朋友唔打唔大嘅，唔打又唔識乖，除咗體罰都唔知有咩可以懲罰小朋友、教育小朋友咯。作者首先呢，喺呢度就好表明咗佢嘅立場，佢係唔支持對小朋友體罰嘅，因為打唔係令小朋友學紀律嘅有效方式啊，而只會產生生氣、怨恨呢啲咁嘅情緒，令小朋友對父母又失去咗信任，亦只會令佢哋嘅行為更差，唔會改善。同時間又間接教咗佢哋打人係 OK 噶，係可以噶。所以各位如果有打過仔女嘅爸爸媽媽，何媽好想問下大家，當你哋打嘅時候，你覺得你係教緊啊，定係發洩緊自己嘅情緒呢？唔使話俾人哋聽噶，喺心裏面答自己就得啦。如果你答係教緊嘅話，而我又再話俾你聽，其實打係無效管教喎，咁你以後仲打唔打呢？作者喺呢一課呢，就先講咗好多打罵教育有可能引致嘅影響啦，然後就建議咗一啲替代嘅懲罰方法俾大家，最後就更加提出咗幾個有效嘅親子溝通術俾我哋。想學嘢嘅咁多位，大家又可以同何媽一齊去學下嘢啦。書中就提到曾經有啲家長有過一段好深嘅誤解，就係話3歲之前嘅小朋友，由於都係冇記憶，所以點打點鬧都得噶。
但係根據兒童心理行為研究發現啊，小朋友嘅模仿能力其實係非常咁強噶，雖則唔見得會即時表現到出嚟，但係就好似一粒種子咁樣，深深咁樣埋藏咗喺佢哋腦裏面啊，到有需要嘅時候先會攞出嚟用。而再有研究呢，就發現3歲之前嘅小朋友，如果係被打被鬧長大嘅話呢，喺5歲之後，佢打人嘅幾率係比一般小朋友高出5倍咁多啊！正正就係因為粒種子已經喺佢哋潛意識裏面啦，佢哋覺得打人嘅行為係合理噶，OK 噶。而如果當下你先教佢打人係唔啱嘅，就會令到佢哋好混淆噶啦。媽，你搞到我好亂啊，個腦就會打晒交。而如果喺呢個時候先想修正呢個行為嘅話呢，就要花上好幾倍嘅功力啦。有啲家長呢又會問啦，我覺得都幾好笑嘅。佢話3歲之前唔打得，4到6歲打得啦啩，仿佛呢就係忍咗你3年啦，仲唔係我大顯身手嘅好時候？咁作者就話啦，呢個更加係大錯特錯啦。4至6歲呢就屬於心智發展嘅快速期，佢哋嘅心理越嚟越成熟。如果你用一啲負面嘅教育方式嘅話呢，隨時可能傷咗親子關係之餘啊，仲可能令到佢哋越嚟越唔聽教啊。根據2016年發表喺家庭心理學嘅一篇整合分析研究指出，喺剔除咗家暴相關嘅研究之後呢，分析出如果家長係用打嘅方式去教養小朋友，不但止唔會改善小朋友嘅行為啊，反而會造成更多負面影響㗎。包括第一個啦，就係危害兒童嘅心理啊，甚至會令佢哋產生精神疾病。體罰呢就好容易令小朋友好有攻擊性同埋反社會性嘅，對於親密關係嘅認知都會產生誤解噶。哇媽，你真係搞到我好亂啊！係咪真係打者愛呀？例如呢，佢會攻擊佢哋嘅父母啦，又或者將來會毆打自己嘅另一半。第二樣呢，就係佢認同咗暴力啊，大個咗之後呢，就會出現言語又或者體力強制對方進行危險性嘅行為，又或者自虐行為啊，即係打人同埋打自己。第3樣呢，就係失去咗自信心啦，體罰會令小朋友產生恐懼感、神經過度緊張，導致佢哋情緒都會有異常噶。都會造成憂鬱啊、焦慮等等呢啲咁嘅症狀啦。而最後一樣呢，就梗係最重要啦，影響咗我哋同心肝寶貝豬嘅親子關係啊。講完咁多負面影響啦，咁究竟有啲咩可以替代打打鬧鬧嘅教養啊？咁當然都係嗰句，冇一本通書睇到老嘅，因為所有嘅小朋友性格特質都唔一樣。爸爸媽媽就要多啲動腦筋，睇下邊樣先係最有效果啦。我哋一齊研究下以下呢幾個啱唔啱你哋用。第一個，罰企啦，罰企數秒啦，罰完企之後呢，但係就要佢道歉同埋完整咁樣講出，我下次唔敢乜乜乜乜乜噶啦。呢句重要啊，等佢哋知道自己做錯啲乜嘢，下次真係唔會啊嘛。第二樣呢，就係罰下體力活啦，執下玩具，幫手做下家務，做下小助手咁樣啦。我覺得呢樣嘢仲可以促進親子關係啊，爸爸媽媽又可以放肆懶一下啦。而第3樣呢，何媽自己係最常用嘅，就係禁止佢哋做最中意嘅活動。例如呢，而家大家都手機成癮噶啦，就係收手機啦，冇得睇電視等等啦。呢個懲罰仲可以幫佢哋戒埋手機呢鋪癮添啊！你話正唔正？嚟到今集最後一個部分啦，唔知大家係咪覺得小朋友大咗成日都駁嘴駁舌，又唱反調，鬧極都唔聽，等等等等呢？因為咧，正正喺4歲之後，佢哋嘅言語發展咧，基本上都係非常好噶啦。但係認知能力咧，又未好似大人咁成熟喎，所以咧，爸爸媽媽就會成日覺得小朋友包拗頸嘅，專講歪理。同樣地，原來喺小朋友嘅心目中啊，我哋都係講緊歪理啊。所以咧，
爸爸媽媽又係動腦筋嘅時候啦，我哋一定要去學識以理服人啊，同小朋友建立出正確嘅共同討論模式啊。咁點做啊？又有啲咩重點啊？我哋又一齊去學下嘢啦。首先呢，我想表明呢，我覺得呢一個溝通嘅模式呢，無論係親子關係又好啦，又或者你兩性關係又好啦，我覺得對任何嘅關係都好有幫助嘅。咁啊，我哋第一樣啦，要先揾到我哋意見分歧嘅症結喺邊度啊，先知道討論緊係啲咩重點啊嘛，而唔係大家你有你講，我有我拗，雞同鴨講咁樣噶嘛。然之後咧，雙方咧都會有表達機會嘅喎，咁即係我哋有發言時間啦。咁又嚟啦，大家又係要豎起隻耳仔，合埋個嘴仔先啦，試下俾佢哋講先，千祈唔好急住去評論。而如果覺得小朋友冇辦法講得好清楚嘅，咁我哋就試圖好客觀咁樣幫佢哋釐清佢哋表達嘅意見，唔係加你哋自己嘅意見。咁我哋係可以去幫佢表達佢嘅想法嘅。咁當然啦，之後嗰一步，我哋就要根據每一個意見去討論下佢嘅優點同缺點啦。記住係討論，唔係嘈交，唔係辯論。爸爸媽媽都要有心理準備，你哋嘅意見都要俾小朋友去評論㗎，千祈唔好有情緒上嚟。而最後咧，決定一個雖然雙方都唔係完全滿意，但係都可以接受嘅結果啊，即係互相讓步達到出嚟嘅共識啊。成個過程聽落係咪好簡單呢？留意翻，如果任何一方咧喺過程中咧情緒都面臨失控嘅話咧，麻煩你哋先回避一下，去休息冷靜5分鐘先，俾大家冷靜咗先好繼續呢一個程序。另外，試下同小朋友溝通嘅時候，多啲同理一下佢哋，多啲理解一下佢哋，唔好一味淨係諗住要更正佢哋嘅行為先理解後教育。恭喜大家又完成咗一集嘅教養的秘密啦！好多謝大家嘅支持，聽到嚟呢度嘅你哋記得幫何媽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啦。下個星期一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何媽講經，拜拜。